有个人章，的呢，来了的呢，马新的生煎汤剂，年的他都麻的起了的，那有了嘛，跟着讲究一声，改了起来人什么当了你说呢？日外共产党蒙古人的呢，上桥呗，带长到到吧，没干的，马新的了龙溪的上浪300病人没戏那个情绪就好吧，往年去的几年了，日外做不行，人南这的，改娃的呢，那当地的呢，人南这的改娃用水来吧呢，用完不落的那人的表面尖，先说的这块经历，买的到嘎子，当地。马西斯知道吧？马西的现在不老的改卡不要。好，这个知母知心呢是要申请是相当困难。现在人呢，到么年啥都是日本网过的，日本当年的解药。好，这个其他比如说像空性之类的话，就是用这个很多的正理来去思考，也有这样很多的方法。马新的龙就是电过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知母呢必须要这个运用一些经教来去思维。那你这个是吧？那另外一张，那你调我去的做过了，马新的前把那调我去的做过，你看上面当过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为了升起知母之心，首先要安立这个前世，必须要安立成立潜意识。蒙古这个调我去看的那个蒙古要玩的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就是不承认前世后世这样。你开嘛的那首先咱就那个马西都看不吧。若不承认前世后世的话，那一切有情众生知道自己的是母亲，这个是相当困难的。马是对吧？你调妈妈前面上当了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母亲就是必须要理解了解说，有一个过去是这样。调妈妈开嘛，那调妈妈看的是平的。如果不承认潜意识的话，那怎么会承认潜意识的母亲呢？他调妈妈就做过来。之所以呢，先要安立这个潜意识。调妈妈有2万。有没有前世呢？有一点在拍的。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呀？很多人不承认前世后世，不承认很多，所以说我们佛教就是要用那个前世后世下辈子上辈子都要。那我们什么？就是人家问呢，为什么要上辈子？什么理解吗？轮回就是轮回，为什么要轮回？这有啊，哪里有？这哪里有？这个世界上是哪里有？反正是很动物的，对吧？妈妈是不是？前世是用怎么去思维的？我们所有的有前世，所谓的有是什么样的？这辈子遭遇的，这辈子就有道的。那我们说是有关系可以说自己有没有？自己前世有没有？什么还是后说的？是怎么去理解的？是怎么讲的？投胎前投胎前，我们还没入胎。对吧？还没有，自己还没有投胎之前，自己有吗？有啊。那时候电压嘛，对呀，电压这次电压下来。所以我说你的前世，那你的前世，你没有投胎之前，你都知道。大家所有就是这样，大家讲的不一定。大家讲的说这边要台风嘛，后来没有，所以不一定呢。如果我的必须要安立这个前世有6个呢，我们如果要如果妈妈就是爸爸说自己的这个心
意什么的是挂死叫了。意识，意识这个是意识，意识嘛，意识或者是心，这个可我。意念，这个啊，智慧，他妈的，智慧是写了的话，写了我们马上就是意念，哦，这里意识、意念有没有？意识，意念，你有没有意识？有，你有没有意念？有。现在现者的意念从哪里来？要找。上午什么的？就是前上一分钟上一个新的信息。哦，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限制我们这个4点8分嘛哈，4点8分这个的一个信啊，我们的信或者是意念从哪里来？4点7分了，那时候的信，那这可以过去上去，早上的信的一个信讯。延续下去，像训柔啊，上去了，训知道吗？延续的续，是啊，训啊。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意念是上个那个几分钟的意念的一个训嘛，继续下来的训啊。为什么这个？因为呢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上个那个早上我做什么？哦，那个4点的时候我做什么？我现在想的已经想到，这个意思呢，原因呢，说好没有忘记啊，就是继续下来，的确是这个的信里面那个继续下来的，就是过去就是今天的那个意念是昨天那个的信继续下来，还没有断。还没有断这个序，啊，就是这样上去了，啊，就是今年不是，对，可以说今年的这个是那个前年的去年的那个戏啊，这样上去的话，那要往后面一点，你嘛用热的都好过不好。所以呢，这样一推论下来的话，就是可以说，就能够可以承办。前世的新的延续。是的，我知道是吧？是不是的？但呢，云层的过，我们就说的是外一个解释，云层贴的。这个因为就是要就是主角的这块进不掉嘛，主角这块。所以呢，这个。主角这块进掉的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要承办潜意识的真理是只有一个。真理对吧？不是吧？那已经的真理是这一个。真理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个要懂。但呢，我们现在的一个，可以我们就是刚我们生过多久的那个婴儿怎么样？他的那个心态或者是他的那个意念他的意念有前世。因为，对吧？因为这是意念，这句话就重要。应该这么说吧，这个他的意念，他的意念确实是我，确实是为了我。法指是。他第二200的，他的意念是。如果说以变经的方式来讲的话，变经的方式来讲的，他的那个婴儿知道吧？婴儿的那个婴儿的意念